巨人杀手Jack 第5趴。毋过，较安怎讲，就无法度互咱的英雄满足。伊真紧就搁出发去找找巨人，但伊还未走偌远，就去拄到一个巨人，坐伫暗蒙蒙的山洞洞口的一块足大地的柴壳顶头。伊的确是上恐怖的巨人，伊的目睭凸凸，那眼拍拍的凸炭，海面像乌远乌远，看到会起鸡母皮。伊的喙皮那亲像真大片的烟肉，顶面阁满一烟喙手指仔，一支一支定翘翘袂输烟线。迄我闪伫伊臃肿的肩胛顶头的头毛，看到真身温润群的蛇，也是嘶嘶叫的毒蛇。伊手举一支尾仔一溜的铁棍，伊喘气的声是大甲连1英里远的所在都听会到。遐尼恐怖的情景，也拢无准问。伊落马，把伊的稳身靴仔穿咧，行挖过巨人，轻声讲：“是你吼？阁免偌久，我就会当揪你的喙手，甲你落条条。”话才讲煞，也大力剑举咧，就为巨人的头斩落去。毋过，毋知是安怎手歪一个，煞错手甲巨人的鼻仔齐齐射落来，哪得苦丝啊安尼，拢袂刷煞。惊倒人，迄巨人挨白叫舞碰碰叫，敢若在单位讲有够大声。巨人起小狂，有力的铁棍杀咧四个乌白虎，都袂输去恶鬼附身共款。毋过热穿稳身靴啊！轻轻松松就闪过伊的攻击，一个射身走去巨人骹只后，一剑出力渡入去伊的骹只片，剩剑柄搁伫外口，巨人就即时砰一个倒伫涂骹死硬硬，咬都袂咬，刷落来，才甲巨人的头剁落来，专工请一个马车夫送去王阿瑟遐，了后。伊开始敲找巨人的山洞，要找巨人的宝贝。伊经过真济弯弯弯弯的路啊，尾来到一间旷阔的大厅。大厅的涂骹甲厝顶拢是用砂岩起的。远远的迄头有一座真大的壁炉，内底阁吊一卡铁鞋啊。日头世人都毋捌看过遐大坑的鞋啊。鞋仔内长得滚。声人流喙内芳气一直呛出来。鞋仔的正手边有一块厚嘟嘟的大块桌仔，桌仔顶摆的拢是大细事的盘仔甲米露杯仔。这就是进前巨人因伫食饭的所在。搁行位较头前咧，才看到敢若是一扇窗仔，用铁枝封条咧，位窗仔甲看入去。就看到一大堆红掠来赶的可怜人，因看到热的时话讲：“哎哟，飘雄哦，少年家，你敢是要来甲阮做伙怪伫这个惊人的家哪呢？”热因讲：“迄着看情形啦。毋过恁敢会当先甲我讲，恁是为怎样会互关伫遮？”因随话讲。阮也无做啥歹代志，阮是去互粗残的巨人掠来关伫遮，佮甲阮饲甲肥卒卒，一直到迄寡怪物想要爱食青草的时，迄阵因就会将迄几个上有肉的，甲因食去。听因讲了，热随甲担落的门锁开开，互一寡可怜的人自由。了后，伊去敲找巨人的金铺，甲内底的金银平分，互因即寡红掠来的，为因受的苦难来行因一寡公道。刷落去，佮带因去附近的一栋城堡，办一顿有够青草的来甲因款待。
第6趴，就伫大家拢在庆祝因互救出来，佮当在俄罗热的冥勇的时，一个报马仔来报告讲，有一个叫做雷公国的巨人，高强大汉，佮生2粒头。伊听讲伊的亲童死去啊，当在为北部的山谷饼来要报仇，已经剩1-2里路就会到城堡。庄卡的百姓甲牛羊精神啊险咧，伫伊的面头前四散逃走，都袂输米糠随风迎迎飞。但咱即栋城堡甲花园是坐落伫一粒细粒岛顶面，岛的四边边啊，予20尺宽，30尺深，高墙真cao的城沟围咧，城沟顶有吊桥下过。约一刻都无烟尘，番妇人甲吊桥中段双边边仔的桥面固hiện煞，敢若留一片房仔无顾，伊就穿伊互看袂到的稳身袖啊，手举神奇的大力剑，四煞去接阵。虽讲巨人当然嘛看袂到热，毋过伊骗会到，因为巨人因拢是好骗师。所摆雷公国就用迄甲伊的名共款，那亲像咧等雷公的声话讲 ：“Be fight for fun。”我骗着英国人的花会现，不管伊是活的还死的，我都要甲伊的骨硬粉做胖来个。有影无？热甲平素时共款笑笑甲应，佮讲。安尼，你决定是一个恐怖的无帮头家。听到这，巨人世界上想要看一个伊的冤仇人，佮话讲：你就是迄个杀死我几人的亲童的歹狗吼！安尼，我就要用喙去甲你拆互脆脆，甲你的血丝互焦焦，佮甲你的骨头研甲粉粉。安尼你着爱先掠着我才会使至。约安尼笑笑甲应了后，阮身袖仔拼咧，金尾随你把清咧，动作美丽，开始引带巨人做伙跳精彩的舞步。因那轻莽莽的舞门安尼跳跳细玲珑，啊巨人就敢若会晓行路的管塔共款，骹步沉重对伫后壁肉。逐骹步转伫涂骹拢袂输伫地动咧，伫边仔伫看闹热咧，看热伫戏人巨人拢笑甲腹肚强要裂开，直直到热伊感觉酸有够气啊，伊就为吊桥走过，3-2步就通过迄块无固调的房仔，去到桥的另外一头，用雕工要甲伊的对手创治的姿势徛咧等伊。巨人怎全速冲过去？伊气甲喙角起白泡，气甲手头的棍仔乌白物。毋过，就伫伊冲到吊桥中央的时，伊迄动推推的体重，当然嘛是会甲房仔缀甲断去。巨人怎倒头再跋落城沟，像海翁安尼拍喷滚架，跋过来跋过去，就是无法度爬出城沟报仇。看闹热的看巨人遐龙背咧滚浪，大家都笑哈哈。约头起先是冲一个过头，敢若知影通甲踢笑。毋过尾手伊嘛是摕一条绳仔，甲牵去套伫巨人的2粒头，了后叫一队马来倒拖去岸边，落尾大力剑戳戳2声，代志收煞。第7趴，欢欢喜喜佚佗一阵仔了后，热心内又搁咧尿尿转，伊就喊伊的朋友伫遐相时，搁开始新的冒险啊！伊行足紧，也行真远，行过大树林，
山谷含山峦，落尾伫一个半暝半，伊行到一栋徛伫大山山骹、孤单稀微的厝头前。伊去弄门，来甲开门的是一个头毛白苍苍的老伙仔。伯啊，你讲话开口有哪甲平素时共款真好咧？你敢会当收留一个伫半暝半找无路的出外人？老伙仔应讲：好啊，无问题，欢迎你来我即间毋正厝啊！听老伙仔安尼讲，才就入去厝内，食饭饱，因两个就坐咧，亲好好伫遐话东话西。迄阵，老伙仔看到热的腰带，知影伊是迄个介出名的巨人杀手，伊就讲：少年家啊，你是拍倒邪恶怪物的牛人。现此时，附近就有带一只怪物，正值得你去发挥你的实力。伫迄支大山顶悬，有一栋红放虎仔的城堡，咧把守的是一个名号做亚利眼大的巨人。伊有一个奸奸鬼鬼的老术士，得甲斗相共，甲袂少美丽的女士甲勇敢的骑士骗入去城堡。来，因就伫遐互变做种种的鸟仔甲野兽，有诶搁较害，去互变做鱼仔，也是通拖。因互关甲实在真凄惨。毋过上互我挂肠挂肚的是，有一个公主的查某囝，伊伫因老爸的花园仔风北去，用一台火灵拖的落火的战车再来伫遮。伊去互变做一只白色的鹿仔母。随梦讲已经有介济勇敢的骑士，拼死命要拍破魔法通甲解救，毋过无人成功，因为你甲看，城堡的门喙口有2只可怕的狮神鹰，因会甲逐个想要通过的人总消灭。即阵，才去想到迄领进前甲伊斗相共真济稳身休仔，刷落，伊阁甲巧帽仔治起来，随就知影家己爱安怎做啊。隔工透早，天才拍扑啊光，才就精神，甲伊的稳身休仔甲金马随哩把清派。末年啊，伊就到山顶啊。迄2只狮神鹰就伫遐，甲城堡的门喙顾条条，因是恐怖的画面，至到尾仔拢有闭切。毋过因为热穿稳身休仔，因2只拢看袂到伊，所摆伊就规丛好好为因身躯边行过，连气觉都无。伊伫城门顶看到一支金色的喇叭。用银链仔吊咧，金喇叭的下骹用红色的字刻讲：不管是谁来分这支喇叭，巨人就爱拍落去涂骹。黑暗的咒语会互拍歹去，把悲伤变做欢喜。热则甲遮的字读煞，随就甲喇叭拄到喙唇边，大力闻落，天特别。天特别，天特别，才咧分头一个音尔。城堡为海带的地基到厝尾顶，拢开始转。啊，伊迄个小节都还未分到煞，巨人甲术士就咧夹家己的大头帽，踹家己的头毛。因知影要结束啊，因无法度搁做歹啊。毋过巨人阁想要战看卖咧，就甲棍仔举起来要保护家己。热怎举大力剑快捷一剑扑过，就甲巨人的头斩落来。
当然，伊过来共款要安尼处理迄个术士，毋过迄个术士是一个软趴鞋，伊叫一工光雷啊风，甲伊家己架去天顶，过来就无人捌看过伊，也是听过伊的消息啦。迄法术自安尼就袂无，所有去互变做鸟仔、野兽、龟、蛇、杜定甲通拖勇敢、气势甲美丽淑女，拢搁变转来原形。公主的查某囝嘛共款，伊为一只白色的鹿仔母变转来日头的上水的少女。这个代志才拄发生，规栋城堡就伫一阵蒙雾年消失，无去。嘛自迄时起，古人就为即块土地呢完全无去啊。所歹，就是热甲牙里眼拖的头，甲所有伊解除法术、解救出来的贵族甲淑女，骗互王阿瑟了后，伊发现讲，家己已经无啥物代志通好做啊。毋过，为着要奖励伊过去的济济功劳，王阿瑟就甲公主的查某囝做互老实的巨人杀手热。尾后，因两个就结婚啊！因办婚礼时，全国拢闹热滚滚，欢喜咚咚。王阁想使热一栋高尚的城堡，甲属伫城堡的礼道的田园。了后，热甲伊的夫人，阁有因的囝儿，就伫遐过着幸福佮满足，一直到因目睭刻刻迄日。